对啊，在大家平安。咱来做伙练习今仔日两首圣诗。咱饮食时阵嘛，恳求上帝甲咱伫地，愿圣心感动咱。今仔第一首诗歌是圣诗第504首，心内散赤有大福气。这首诗歌伊的作词者是骆先春牧师伊自细汉就真爱音乐安尼伊伫个读中学时阵，伊有参加男声的合唱团，听讲伊拢唱啊足大声，后来人讲叫伊大脑后牧师安尼伊唱歌真好听。伫伊伫咧服侍时阵呢，伊看见咱台湾的原住民因为生活真困苦但是因真努力咧拍拼，但是因赚落来的钱拢煞去摕去咧买酒来啉真浪费伊感觉即群原住民呢，真需要有上帝的帮助甲祝福，所以伊后来时间拢伫主要拢是伫个原住民的福音的时间顶。即首诗歌是安尼，伊是安尼写讲，咱来看歌词咱做伙来读一摆歌词好啊。心内散赤有大福气，有份天国尊贵。忧伤的人有大福气，上帝甲因安慰。温柔的人有大福气，因要承受土地。骄傲较无上帝旨意，把着福气多多。熬怜悯人福气满满，上帝甲因怜悯。心肝清气福气极大，通见上帝的面。促进和平有大福气，这是我主所讲。因为正做上帝囝儿，甲主永点天堂。最后为主研究受人愚昧、侮辱、迫害、无赖，欢喜快乐，忍受到尾，所得报赏极大。咱知影这歌词大家人我相信拢真熟悉就是伫马太福音第5章所写的8福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来献线来学习咱上帝的8福。请来做伙唱。心内散赤有大福气，有份天国尊贵。忧伤的人有大福气，上帝甲因安慰。温柔的人有大福气，因要承受土地。骄傲较无上帝旨意，把祝福气多多。咱用最后一节，为主研究受愚昧、无聊、迫害、无乱，欢喜快乐，忍受到尾，所得报赏极大。旋律真短歌词咱但是大人真熟，咱等者会当大声来唱。第2首圣诗是伫第547首救主带我甲你同行。我相信这首诗歌大家拢真熟悉这首诗歌伊作词的是一个叫Washington Glenton 的人伊是一个真体会工人的一个牧师伊捌参加两次的罢工活动安尼伊当时去称作社会改革者。伊认为讲呢，咱的信仰、咱的宗教呢，是上帝甲人以及人甲人之间的一个友情、友谊咱基督徒美好生活，应甲人隔阂咱应该爱大家搬烂，大家做伙安尼为主来服侍，用服侍人迄种行为呢，来引带人归向上主伊这首诗歌。伊的灵感是对诗篇第139篇24节，伊安尼写讲，伊的大边安尼，这诗人安尼
反省阮家己讲，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恳求上帝带我行永远的路。伊讲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意念，试验我，知我的意思。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虽然咱会拄着一寡磨难、甲痛苦、甲艰难但是咱靠着主耶稣来坚固咱的信心，会当继续来勇敢向前行。咱邀请大家来做伙因就是诗歌，咱会当伫心内，嘛会当真勇敢来宣告讲啊，咱嘛还为主来拍拼来服侍，互咱会当活出真美好的信仰生活，求主赏赐真实的平安。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好使恁路途，互我无你有力通当，一切着我艰难困苦。在我熬鹰听痛的话，高也高我那种的心，在我做基主转脚步，带人来成就生福音。互我无你强逼吞论。甲你交陪那久那深，三甲最刚扫度罪恶，可做耶稣坚固信心。希望的光大就灿烂，就我头前的路开阔。求主赏赐真实平安，互我终身为你来活。阿门。好，愿救主会让赏赐咱真实的平安，咱终身来为主来活。咱今日练习诗歌到这，请咱准备心来今日的礼拜。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上主，阮的上帝啊，求你拯救阮，对外腹中自入阮，通互阮作写你的性命，掠你的受恶恼的做大业。着恶恼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永远到永远，愿正百姓拢讲阿门。恁着恶恼上主，三甲来吟诗恶恼上帝，圣诗504首，圣诗504首。请起立。
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过共同的教会，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5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减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羊。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着施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接入阮众人，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诚实敬拜你。你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对古早到永远，你是上帝。你的信实达到这个天，你的慈爱直到万世。你是永远无变换的上帝，你的恩典无限，赏赐满满。我要向你献上敬拜甲学乐，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恩典逐日拢是新的。阮感谢你无煞。主啊，阮承认阮常常失落，无照你的话，有时自私，有时骄傲，有时冷淡，有时袂记你的教导。爱行家己的路，求你赦免阮的罪，求你用五七草洗阮，也洗清阮到无罪。你是施给甲阮伫地的主，阮感谢你的恩惠。天父上帝，阮为教会甲阮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伫主的厅堂内面，互相帮衬，互相扶持，互相安慰，互阮的上善信仰的团体。成做你恩典的记号。主啊，愿你的圣神今仔日充满阮，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声；开阮的心，互阮明白你的旨意；用阮的手尽力行你爱阮做的工。愿阮的敬拜得到你的甘纳，愿阮的诗歌、阮的祈祷、阮的奉献，拢通用光伫你。阮信心排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5章1节到12节。马太福音5章1节到12节。耶稣看见遐个规群的人就爬上山，已经坐，因的学生就问伊，伊开喙教示因讲：心内丧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枵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为着我人渣蕊骂恁、困毒恁、诽谤恁万项的歹，恁就有福气，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也安尼困毒伊。请为伊停传道讲道，特别是天国的福音。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怜悯、疼叹，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主持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学乐你，来明白主你的话语。由你教示阮每一个人，互阮伫你的面前，阮真正会当听见主你的教示，听见主你的真理，互阮会当去实践主你的真理。阮将阮的一切拢献上互你，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拢有爬过山，应该拢知影爬山是一件无轻松、无简单的代志。伫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咱通常拢称作是登山宝训，也是山顶的宝训，是因为耶稣伊讲即段教示的时阵是伫山顶讲的，而且伊是教门徒做伙上山了后讲的。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中耶稣呼召门徒了后的第一个教示，也是今仔日的经文，就是即个登山宝训的起头。拄好伫我伫顶礼拜的时阵，拜一的时阵，我转去高雄，甲我厝内的人做伙去爬山。我去爬我细汉的时阵，定定去爬迄个山。顶一遍去的时阵，已经是我国小的代志啊。所以已经过甲真久啊！即遍我去爬迄个山的时阵，我发觉迄个山有真侪的改变。现在咱伫台湾若是咧爬山的话，拢有登山步道，通常拢是已经经过整修，所以比进前做好，搁较好爬啊。伫耶稣迄个时代，犹大甲加利利山区的地形，通常拢是岩石所形成的。较陡峭的山，伫登山宝训的一开始讲，也就是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讲，耶稣看见遐个规阵的人就爬上山，坐下后，门徒就问伊，迄时耶稣就开始教示因。咱敢有想过，为虾米耶稣要爬上山了后，才开始教示门徒？伫即段经文的头前。耶稣医病赶鬼，行真侪的生业了后，阁有真侪的人因为安尼来跟对耶稣。这个跟对耶稣的人，因其中有一寡人可能只是因为想要得到迄个生业，所以较跟对耶稣。所以耶稣伊个上山，即时跟对耶稣的人，阁爱开始想爱去做一个选择。
因是毋是真正愿意跟对耶稣去任何个所在？敢有愿意去爬迄个山？真正愿意跟对耶稣的人，敢会认为迄个山歹爬，伊就无想要去爬啊？若是真正愿意跟对耶稣的人，应该是会，就算讲真辛苦、真歹爬，伊嘛愿意甲耶稣做伙去爬迄个山，因为因为着要听到耶稣的道理、耶稣的教示，伊愿意，因会愿意跟对耶稣去到任何的所在。所以，遮愿意跟对耶稣的人，因个有法度听见耶稣的教示，会当得到天国的福音。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到第10节，互称作是八福。对咱台湾人来讲，福气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过年的时阵，咱嘛拢会看见人厝内的一寡春联，拢会写“福”这个字。平常时咱嘛会拢心想要得到别人的祝福，因为有福气，咱会感觉有平安，一切拢会真顺利。不过，咱若是详细来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会发觉，耶稣伊所讲的迄个福、迄个福气，毋是只是咱平常时所理解安尼尔。因为第4节、第10节、第11节讲到，有份的人有福气。为着伊捌受滚逐个人有福气，为着我人遮愚昧恁、拥达恁、诽谤恁万项的歹，恁就有福气。一个有份的人怎样是有福气的呢？有啥物人会感觉向迫害是有福气的？向骂、向诽谤，怎样会是一个有福气的代志？这段经文，咱若是对表面来看，是会当互咱看见，这是会当得到福气的一种秘诀，一种撇步。但是咱若是详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会发现上帝耶稣伊所讲的福气，甲咱所期待、所认为的迄个福气是无共的，是有一寡差别的。咱应该怎样来理解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12节的这个福气呢？登山宝训是耶稣伫咧讲，若是要成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就应该爱有的身份甲生活的模样。耶稣所讲的是咧描写天国福音的面貌，毋是咧讲得到福气的撇步。这段经文咧甲咱讲的是，属伫上帝的子民，耶稣的军队者应该怎样来生活？头前有讲到，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中耶稣呼召门徒了后的第一个教示。耶稣要互军队的人，也就是伊的门徒知影，军队伊了后应该爱有甚物款的身份甲生活的模样，也互伊的门徒会当明白天国福音的面貌。耶稣的教示毋是只是一个口号尔，咱也无应该用规矩甲律法的角度去看，无的话，咱会感觉即个是比遵守律法搁较沉重的代志，也会甲耶稣的教示要互咱看见天国的迄个面貌歪曲去，也会甲上天国子民的身份限制掉。耶稣的教示要互咱明白天国福音的面貌，以及天国福音的毋望。耶稣所讲的这段教示，所形容的这个天国的面貌是甚物呢？伫第3节，耶稣讲，天国是属伫遐个心内丧凶的人。这是啥物意思呢？是人认为家己深知家己甚物拢无，无啥物通倚靠的，伫上帝的面前，只会当倚靠上帝的恩典。毋是我靠家己的才能、背景、知识、经验、外貌，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天国是属伫遮心内丧凶的人的。第4节耶稣讲，有份的人有福气，是咧讲上帝因为即个世界离开伊，陷伫罪恶中，上帝家己忧闷悲伤。但是有人亲像上帝忧闷世界安尼忧闷的人，安尼的人
就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安慰，因为因明白上帝的心思，所以安尼的人一定是有福气的。第五节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气，毋是咧讲温柔体贴、谦卑有礼貌，是咧讲人将对天国的盼望，诚做家己性命的中心，甲家己的野心计划放下。即种人会当真正承接上帝永远的土地。第六节耶稣讲，咬喙搭翕目伊的人有福气。即个伊是咧讲是咧讲为着上帝，就算讲会食亏，也是继续去完成上帝的旨意。只有做上帝叫因做的代志，无做上帝无叫因做的代志。安尼的人，因的性命会得到保障，因为因追求的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所以因的性命会当得到满足。第七节耶稣讲，怜悯人的人是有福气的，是咧讲亲像上帝怜悯人，因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怜悯。即个怜悯毋是讲人有同情人的心，是咧讲用上帝的怜悯其他的人甲万民。第八节耶稣讲，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即个清气心肝是咧讲心无旁骛，心中无其他的杂念，只有专心伫上帝的身上。所较无的只有上帝，单纯的生活。服侍、忠心去帮助人，安尼的人会愈来愈恨我上帝，所以因一定会看见上帝。第九节耶稣讲，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是咧讲人听见福音得到救恩了后，伊认捌上帝了后，伊知影伊家己的身份会当甲别人有和平，会当甲人有和平的生活，然后也将安尼的福音传予周围的人，互其他的人也会当得到福气，也得到和平。安尼的人是上帝的囝儿。第十节耶稣讲，为伊受滚达的人有福气。即个为着伊受到滚达，无一定是拄着真严重、真复杂的状况，伊是为着实践上帝的教示。咱有可能会拄着，也是会是世界感觉认为是做世界感觉认为是吃亏的代志，所以别人因为可能会无法度理解咱，嘛有可能咱会向骂、互伤害，甚至是会失去性命。虽然是安尼，但是天国是安尼的人的。《天路历程》这本册是约翰·班扬所写的。伊的内容是咧描写主角基督徒对伫要灭亡的城逃走，伊爱重担，迄个罪恶重担，行往天国城的属灵的旅程。伊迄个路途中会经历各种的人，譬如讲善变、虚华，佮有仁爱。伊行的一寡地点会有不足的团。有虚华的市，阁有死因的果的考验，最后伊会当放下伊的重担，行到天国城，是咧描写一个信徒的一生会拄到的属灵的挑战、美好也是得胜。即本册也变成是电影，所以若是大家有时间的话，真推荐大家会当去看。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也亲像是咧行即个天路历程，甲即本天路历程内容中所描写的共款，也亲像是咧爬一个山的人。咱为着要追求真理、跟对耶稣，咱有可能爱付出代价，咱需要真正爱去付出代价去爬迄个山，直到最后行入天国城。耶稣所讲的迄个天国的福气。是上帝子民应该爱成为、爱成做一个怎样的人？上帝子民成做怎样的人，是对天国的面貌所培养出来的。
天国的面貌，就是天国主人的模样，就是咱的上帝。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讲：所以恁着顺传，亲像恁的天父顺传。一个愿意跟对耶稣的人，应该会愿意去学习耶稣所讲的话，也愿意去实践上帝的教示。愿阮每一个愿意跟对耶稣的人，拢会当听见天国的福音了后，咱知影怎样来生活，怎样活出上帝子民的性命，对天国的面貌、上帝的形象来学习，渐渐培养出上帝的模样。愿咱会当深知咱家己真正啥物拢无，无啥物会当倚靠的，只有倚靠上帝的恩典。也甲上帝做伙游问世界，陷入伫迄个罪恶中，将对天国的愿望成做家己生命的中心。就算讲会食亏，也是要继续去完成上帝的旨意，也愿意学习，亲像上帝怜悯人共款，心无旁骛，心中无任何的杂念，只有专心伫上帝。所靠无的也只有上帝。单纯的生活、服侍、忠心去帮助人，听去福音得到救恩，明白上帝了后，咱会当甲别人好好啊和平相处，斗阵生活，然后也将安尼福音传予咱周围的每一个人，互其他的人嘛会当得到福气，得到和平。虽然为着伊受到迫害，也袂失望，会当继续倚靠上帝，实践天国的福音。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你藉着你的囝耶稣基督宣讲天国的福音。虽然即个福音的福气，甲阮每一个人所想的是无共的，但是阮知影，安尼福气才是真正的福气，因为阮要将阮想要。哪来啦？亲像你，甲你同行，因为安尼，阮会当甲家己，以及甲别人，甚至是社会，还有规个世界，拢伫上帝你的慈爱、恩典、和平的福音内面。求上帝帮助阮每一个人，会当明白，会当记牢你的教示，而且去实践。而且，阮会当真正看见迄个天国的面貌，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求你时刻教阮伫地，时刻帮助阮，时刻看顾阮，互阮的生命会当有主你的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所以恁着宣传，亲像恁的天父的宣传。马太福音5章48节，所以恁着宣传，亲像恁的天父的宣传。马太福音5章48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7首，圣诗547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王恩信执事、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总务组今仔日礼拜后要举行全教会的大扫除。第二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发展暨建堂委员会，请顾问甲委员参加。第三点，小会定2月初8上午9点半要举行圣餐，并召开会员好会。会员名单已经公布伫布告栏，若有错误也是遗漏的，请向小会书记、扎心长老也是陈牧师来讲。无法度参加好会的，请大声来请假。会员好会手册已经印好，放伫1楼。为着要节省开会的时间，请大声摕转去读。一个家庭1本吼，请伫后礼拜会记咧会即个查来。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更正。周间聚会甲后周圣工负责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新的朋友，就是昨因来坐夜市，然后经过咱的迄个心灵角落咖啡，因就停落来，所以因就招待因入来坐。到尾开讲，因拢是主内兄弟姊妹，对美国转来。本来想讲今仔日要来倒位聚会，抬头一看就看到咱教会吼，所以今仔日邀请因来就是谢圣贤兄弟甲周秀女姊妹，欢迎。请坐。好，咱今仔日嘛有咱的台湾神学院1年级的神学生伊来见习的吼，咱欢迎吕少宇同学，欢迎。
好，咱的教会伫顶礼拜一嘛举行国际上的告别礼拜，然后咱嘛为着伊举行迄个树葬。吼，所以咱嘛请为着伊的厝内人来关心来祈祷，伊厝内人拢伫罗东，所以我嘛有介绍罗东的教会牧师来接续即个家庭的关心。吼，咱的拜二，咱嘛有活主祭的告别礼拜，所以我伫遮嘛代表雅会甲雅婷，吼，甲因全家来向咱大家献上感谢，吼，那就是感谢大家伫遮即段期间对活主祭的关心。好，所以咱嘛继续为即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主会当来祝福因带因。所以即时咱来请总务组来报告，互咱的教会即个大扫除。互咱无一定是今仔日来大扫除，但是咱先会记哩讲，咱遮个咱分配即个范围吼，咱会当伫定期的内面，咱来做好咱的大扫除。今年的清洁哈。教会清洁甲往年比较不一样，较无共款吼。因为你看咱的主堂顶头的电火，已经有足侪袂光啊吼。今年咱有定咧2月初5的时阵要做即个主堂的电火即个整理吼，所以一定会乱。啊，若安排今仔日来做大扫除，到尾啊又搁要扫一摆，麻烦。所以，咱定定的日子是对今仔日开始到2月15中间，任何的时间，各事工组家己安排时间来做家己分来安排迄个分配区域即个清洁的工作。啊，主要总务组有准备一寡清洁的物件打扫的东西放喺后壁灶骹遐，灶骹的头前啊，各位会使去取用。啊，礼拜做的部分主要是3楼的讲台、音控的区域也甲歌谱的区域请经理小扫一下啊，最好了，上好会使做把这个该标示的地方标示一下这样会比较清楚。咱今年的清洁有一个足重要的任务。是甲教会内底无需要用的物件，尽量清出来，清出空间出来，让我们的教会有比较多的区块可以进行灵修，或者讨论或者聚会的地方。所以有真侪以前放伫教会足久的物件，已经垃圾歹去无堪用遐物件尽量会使清出来，所以咱5楼的教室又可会使慢慢恢复，咱4楼本来音控的所在会使尽量会使有一个新的空间，会使做备品的储存类似这样的事情，请大家了解今年的清洁，甲以往无共款以往。找一天，大家斗阵来做就好。今年较无共款，今年有2礼拜的时间，请各事工组找到同工斗阵来做这个清洁的工作。啊，这个分配的区块我有公布在那个长职群组。那长职群组这边，请长职能够找到同工来帮忙做这件事情。特别再强调一次。咱今年上重要的代志，是甲放足久、足垃圾、无堪用的物件，尽量清出来，有一个空间出来，会当互咱教会空间的利用，会使搁较舒适。以上报告。好，多谢总务组。咱若注意要搭物件进前，爱先问一下。无一定个是教会即个古物还是文物所以嘛会当问一下安尼。好，咱即时咱嘛为着咱迄个好的手册来印好，咱等者伫楼骹一号一本。你若有登记电子档的则来我会寄互咱大家。咱嘛有印好咱的春联咱嘛当一号一张，咱等者嘛来1楼来领取。好，即时咱来代祷，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祈祷。除了咱最近有真侪兄弟姊妹失去因的亲人以外，咱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以外，咱嘛为着咱大院的神母兄来祈祷，咱嘛为着
郭宗煌长老甲穗芬姐因的后生乃恩，吼，咱若接到迄个带导王，就知影讲伊昨前日吼，因为败血症住院，但是上帝保守吼，伊伫明仔载就会当出院，咱继续为乃恩伫美国所受的遮医疗来祈祷，嘛为着住院的陈五兄来祈祷。陈五兄嘛有渐渐好转，吼，有可能伫过2工仔就会当到普通病房，吼，咱继续为伊祈祷。吼，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秀恩姐，互伫做化疗，咱恳求主保守，互伊化疗遮的副作用，互拢会当真减轻伊的痛苦。咱嘛为着伊接续落来要找着适当的医疗，咱嘛恳求主为着伊来安排，嘛为着燕纯来祈祷，互燕纯伫后礼拜嘛要接受上尾一届的化疗，咱恳求主会当来帮赞引带，嘛为着你处理疗养的慧玲姐、林水长老、以礼、明月姐、道明兄。淑慧姐、金魂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成兄、明理姐、阿菊姐，咱嘛为着怀孕的原因祈祷，吼，伊嘛准备伫要生产，咱恳求主保守，互伊甲伊腹肚内胎会当伫适当的时会当来真顺利来生产。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事工，吼，无论是咱的建堂，也是咱遮社区，咱的敬拜关怀事工、教育的事工，咱恳求主拢引带。吼啦，后礼拜好会，咱嘛恳求主为着咱备班，吼，咱嘛为着世界、台湾各地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主来保守带领咱即个世界，咱做伙祈祷。真爱主，咱感谢你。阮诚侪福气，今日即个福气毋是世间，而且不值得享受。即个福气是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主讲叫你引带大领，互兄弟姊妹当聚会，也为着大院，求主你来帮赞。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你伫十字架顶牺牲你家己的性命，为着就是要来救赎阮。祝阮所有领受你恩典的囝儿，阮做伙自责。阮毋若是为着阮家己所受的恩典来献上感谢，阮嘛要为着阮四周围遮的需要，阮来祈祷。阮看见列邦列国，也是阮四周围兄弟姊妹的需要。祝阮伫阮的祈祷的内面，阮就替因祈祷，因为阮无法度做啥物，阮无法度来承担遮兄弟姊妹肉体的痛苦，总是阮会当替伊祈祷。主恳求你保守伫住院中间的陈五兄，帮助伊，互伊紧紧来恢复健康，也保守伊厝内人有体力来照顾伊。我嘛要为着乃恩伫美国来祈祷。主，阮知你是世界万国的主，所以无论伫什物所在，你拢要照顾阮。就恳求你看顾乃恩，互伊紧紧恢复健康。主恳求你来保守伊。阮嘛要为着你处理疗养，也是接受化疗的遮兄弟姊妹来祈祷。主，阮知化疗的痛苦，主恳求你会当怜悯，也加添互小恩姐甲燕纯，互因有体力来面对遮个真痛苦的治疗，也帮助因会当找到了后真适当的遮医疗。主，阮也要为着其他伫处理疗养福建的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帮赞，互遮兄弟姊妹虽然伫病痛中间，犹原会当持守对上帝你的信心。主，恳求你来引带保守。我嘛要为着怀孕的姊妹原因来祈祷，恳求你帮赞伊，甲伊腹肚内胎，互因伫适当的时会当真平安、真顺利来将囡仔来生出来。主，恳求你来保守伊，看顾伊。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事工来祈祷。阮伫后礼拜要来开会员好会，阮要来看过去教会过去一年的遮个事工的报告，也要做伙展望阮的未来。主，恳求你就引带兄弟姊妹备办心，阮会当做伙来关心阮的教会。我嘛要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恳求你帮助遮个宣教师，有诶伫真危险的所在伫宣教。主，恳求你保守因，甲因会做的事工，互因所做的事工，亲像种子会当种伫遮个土的内面，有一天上帝你会互伊补芽，会当来生长。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台湾。虽然阮是一地真细的土地，总是阮相信你疼阮即片土地的人。主，你要互阮伫阮的国家的内面，会当来享受自由。
享受对你来的公义。主恳求你也帮赞，互阮遮少数基督徒，阮会当来传福音，互阮佫真侪还袂相信你的遮乡亲。主恳求你，互阮有智慧，互阮好的见证，会当四周围的人来传福音，也为着世界来祈祷。主恳求你来医治帮赞，阮看见世界乱象，真侪所在伫战争、伫饥荒，也是真侪无人道的代志在发生。主恳求你会帮赞，你施行你的公义伫即个中间。主，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帮赞，伫即个寒冷的天气，主互阮会当倚靠主，阮的热心。阮内心会当有热切的心，阮的肉体也有上帝你的固守。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395首，圣诗395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